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科 D 班方貝玲，我係科 D 班林子琪。端午節期間，傳統為咗紀念詩人屈原有食粽嘅風俗。今日我哋講講粽嘅營養價值以及食粽要注意嘅事項啦。例如花生粽係由花生、五花腩、鹹蛋黃組成嘅鹹粽。網上資料指出，花生含豐富嘅脂肪、蛋白質、維他命 B 集以及膳食纖維等，營養價值極高。不過花生嘅熱量好高，攝取過量時容易造成體重上升，增加負擔。有花生過敏嘅人更要注意，適時應遵照醫生嘅建議。講起熱量，就唔可以唔講到很受歡迎嘅蛋黃鹹肉粽。佢又傳統又非常好食。不過一般鹹肉粽都用糯米為基本材料，配以五花腩、鹹蛋黃、金華火腿、辣肉及綠豆等配料製成。一隻約500克的鹹肉粽熱量更達900卡路里，相等於4碗白飯。鹹肉粽熱量都非常之高，食一隻已經等於成年女性每日所需熱量嘅6到7成。加上五花腩含有大量嘅飽和脂肪酸同埋膽固醇，多食會容易致肥。而該兩類脂肪對心臟有害，若長期維持高脂肪飲食，多餘熱量更會轉為脂肪積聚喺血管內，令血管變得狹窄。嚴重嘅話更會引致血管閉塞。心臟病同埋腦中風都係與血管閉塞有一定關係嘅。如果要食鹹肉粽，最好每次食半個粽或者一隻迷你粽，並伴以蔬果一同進食，可以減少吸入過多熱量、鈉或者糖。如果粽有雪骨取出，建議將粽蒸熟。如果粽作為正餐，因佢嘅蛋白質比較少，應進食其他食物補充蛋白質。其實自製鹹肉粽都有啲健康小貼士，例如可以使用瘦肉或者係去皮雞肉嚟取代臘肉同埋五花腩，選用鹽分較低嘅材料，如瑤柱、蝦米及冬菇嚟代替金華火腿、鹹蛋黃同埋臘肉等嘅加工食品。如此不但減少鈉嘅含量，更有助提升食物嘅味道。減少糯米分量，以綠豆、腰豆、紅豆、黃豆及眉豆等取代，以增加膳食纖維嘅含量。總而言之，我哋要均衡膳食，先可以保持身體健康。嘅科學新聞報道嚟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。